创世基金会为了筹建第18间在花莲的安养院，帮助当地植物人可以返家安养，特别和苹果剧团合作，推出全台第17场的爱聚在一起公益舞台剧。台南场就定8月10号在鸿运文创中心演出。不过因为预估800张票，目前认住不到1成，所以双方在凯斯兰美国学校召开记者会，卖力宣传。一开始孩子们的草裙舞迎宾已经炒热气氛，而当经典的冒险歌舞剧《抓龙特工队》当中的小魔龙和公主现身，更是让小孩子嗨翻。希望大家因为爱聚在一起，也因为看剧一起付出爱。集合有爱心的这个民众都能够成为抓龙特工队哦，就跟我们这个主题温柔斗士一样，爱聚在一起，因为有爱，所以让我们聚在一起。因为看的剧会让我们都能够付出爱。我们第18所新的安养院，我们现在要建，在偏乡花莲。那在8月4号晚上，我们有一个儿童剧。那这些儿童剧的票的收入呢，我们也都作为建院使用，所以呢，非常欢迎大朋友、小朋友共同来支持我们。创世基金会安养植物人的行动，长期以来也受到很多企业和善心人士力挺。其中，台南区知名的不动产集团品牌就持续捐助，希望抛砖引玉，号召更多民众来认住入场券，一起做公益。那一直以来，我们除了在募集发票，还有韩式尾牙，甚至什么尿布捐款等等，我们一直以来，我们全体动员大家每一位伙伴们，他们都是发自内心，而且现在一直持续以来，已经传递到我们的客户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全台有2万多人，我们散发的力量很大。那我会觉得，如果以爱心这样子的支持，我觉得我们怎么做都永远不够。我想我们就是透过抛砖引玉，让社会大众有更多人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欣凌。为了帮助创世筹募花莲分院，爱心大使钟欣凌也透过影片宣传，呼吁想要认住入场券民众，可以到创世官网，连带售票系统会以电话洽询06-260-1655。每张捐款600元，而且还可以2次公益转赠给弱势家庭，让他们也可以到剧场欣赏精彩的演出。爱聚在一起，抓龙特工队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